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8月5号的在家会主，我们要分享的是上主是我的力量和堡垒。我们要读耶利米书16章1到21节。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：上主啊，你是我的力量和堡垒，你是我危难时的避难所。耶利米书16章19节。这段的经文主要是在描述上帝命令先知要过着独特的生活，以便向犹大人来传达信息。上帝要报应犹大人的罪孽，但是他是怜悯的神，他还要把以色列人拯救回来，因为上帝要透过这个机会证明他自己是真神。经文记载，上帝向耶利米颁下了2道的命令。第一是他不能组织家庭，第2道命令是不能与邻舍分担丧失亲人之痛。前者我们可以说是人生中最大的满足和喜乐，后者是人生中最大的悲痛。但是连这一些都无法参与和经历的话，那么耶利米的人生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呢？为什么上帝如此苛刻？因为上帝要以耶利米为实务教材，向以色列人来示范，让他们知道，倘若他们仍紧持现在的方向和路线，他们的未来是没有前途的。最终他们的结局就是被抓到外邦，成为列国的猎物。既然如此，组织家庭、生养儿女都是徒劳无功，只有增加死亡的人数和哀伤而已。其实这样的警告并非先知首次来传讲，无奈这些以色列人心中麻木，他们不肯受教，所以呢，上帝就要透过耶利米这种扭曲的生活方式，让以色列他们能够具体看见，当上帝的话应验的时候，将会是怎样的情形。那么上帝加在耶利米身上的要求，看来是好像很过分严厉和苛刻的。然而我们看见耶利米他认同了上帝的立场，并且以顺服来回应他，并向耶和华上帝宣认他心之所向。在世上众多的选择当中，他只有把自己的一切交托给上帝，以他为自己最终的依靠。那么借着这样的一个表达来显示出他忠心的服事。上帝呢，他虽然让耶利米走在艰难的路上，但先知却甘之如饴。在这不幸的世代当中，耶利米他却反方向而行，顺服走上这条窄路。那么我们想，作为先知，耶利米不单是用口来传讲上帝的话语，他也用他的生命来实践。事实上，上帝的仆人在传讲上帝的话语的服事当中，修辞技巧固然重要，但是生活的内涵更重要。因为如果上帝要使用一个人，他就要用他所有的一切，包括他的言行举止。对上帝来讲，先知的生命是没有禁区的。那对于今天事事讲求人权的时代，上帝这样的吩咐可能令人难以接受。因为上帝吩咐耶利米的生命被扭曲了，就连一般人最基本的权利也都被剥夺了，比如说组织家庭、结婚了。不过最令人惊讶就是耶利米他竟然没有半点异议，他单纯接受了
上帝的安排，他如何的生活。因这样的缘故，他所走的每一步，他所传的每一句话，都是震撼人心的信息。我们来默想如果为了服侍上帝的缘故，那上帝对你有一些限制，比如说像耶利米一样，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？你会顺服吗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上帝，我们生命在于你，力量在于你，盼望在你，我们的一生都掌握在你的手中。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愿意顺服你的带领，我们相信你的安排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5星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、盼望跟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